Hello，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陳仔，歡迎返嚟繼續收睇陳仔頻道嘅新影片。今日會同大家報道一節最新嘅風暴消息。氣象局喺啱啱嘅下晝5點改發8號西北風球，預料8號西北風球將會喺今晚維持。隨住超強颱風華加莎逐漸靠近澳門，本澳嘅風力會進一步增強。氣象局會喺聽日凌晨0時，即係午夜嘅12點，去到凌晨2點之間，考慮改發9號風球；而聽日嘅凌晨4點去到朝頭早6點鐘，考慮改發10號風球。另外，澳門氣象局亦都喺今日嘅下晝1點發出橙色風暴潮警告，預料聽日朝早6點到挨晚6點，大華地區會出現水浸。聽日朝早10點到晏晝2點，水位高度達到最高。由於聽日有機會係正值天文大潮，因此澳門氣象局將會喺半個鐘頭之後，即係挨晚6點鐘，改發第4級紅色風暴潮警告。而喺聽日清晨改發黑色風暴潮警告，機會係中等。我哋嚟一齊睇下個颱風路徑圖啦。超強颱風華加莎目前集結喺澳門嘅東南偏東大約37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大約20公里。佢嘅中心最高持續風速每小時215公里。預計聽日嘅水浸有機會同2017年嘅天鴿同2018年嘅山竹相若，請市民做好防風防水浸措施，如非必要切勿外出。今日嘅風暴消息報到呢一度，咁同時呢條片都講到呢度啦。如果有新嘅風暴消息，我哋會隨時再喺呢度為大家報道。拜拜。